對於一個演員嚟講，要用你嘅真力，就係要出動你嘅真感情。因為我覺得演戲的這個人很重要。霆鋒他又是影帝，他很容易帶戲。但是他真的是非常專業的一個演員，不拍他的鏡頭，他在旁邊等的時候，他也一直考教動作的一些招數啊。傑倫是一個很用心的一個演員，他有追求，要求自己再好一點點。那我在裡面也是有一點被轉型，以前都是要怎麼樣都要帥啊、好看啊，最重要，不要髒兮兮的。在裡面這部片大家看不到帥的時候。我唔知道佢啲 fans 有幾喜歡亦幾不喜歡呢部嘅周杰倫真漢子。當我見到林鵬嘅時候，我見到有一把好長嘅頭髮，留了好多年了，因為這個戲忍痛割愛的給剪了，比我想象中要長一些。無論佢嘅經驗多與少都好，即係經驗每一個人都係累積翻嚟，但係佢肯為一件事去付出，呢樣係最重要嘅。揾智叔同金燕嚟，我一直覺得係一個相當之啱嘅決定。那種前輩是永遠都會把你不知不覺帶到戲裡面。戲裡面開始分心了，好，我講一句對白，那你就會被他帶回去現場嘅。以琳姐，我跟她的那段戲，一到門口我就想哭。我哋喺現場睇係冇一個人唔俾佢感動。後生呢一輩係真係可以俾呢啲咁高質素嘅演員融化。